欢迎收听5月25日的迦南之声，我是世切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3章1到18节。路得记3章1到18节，今天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约翰一书4章12节。约翰一书4章12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另一个版本比较靠近现代的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没有人见过上帝，可是借着人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他的爱借着我们的表达，借着我们的表现，借着我们的想法，就在我们里面表达出来，实现出来了。在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许多不确定的时候。当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是把握机会，还是考虑机会，或者你是放下机会？机会通常表达着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里面有许多确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来影响我们对这个机会的意愿。拿俄米、路得、波阿斯在一个不确定的大环境中，仍然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从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开始说起。她想着路得这个媳妇，这个女儿啊，她是不是应该为她找一个能够安身之处，让她享福呢？借着她知道路得认识波阿斯，并且波阿斯善待路得，他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机会来了。他要路得按着在当时以色列的这些文化的做法，他告诉路得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天要在这个场上来擘大麦，你呀要盛装出席，不要让他认出你来。等到这个要睡的时候吃完喝完要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在哪个地方，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你要去睡在他的脚边，他必告诉你你应该要做的事。看来对路得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言论。第一个是他要他躺卧在那里，他可能不知道波阿斯要告诉他什么，他可能猜得到婆婆要他做的用意是什么，但也不完全知道他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有没有效。然而路得在这里的回应却是：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他爱他的婆婆，跟随他的婆婆的脚步，侍奉她的婆婆，也侍奉她婆婆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个信仰的初信者、慕道友，或者是他已经信了，可是他还在学习的阶段，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是很有限的。不过路得在这个地方的表达却让我们看见，出于他对婆婆的相信和爱，他遵行。接着在这段经文中，这一段话会再出现第二次。路得她听了她婆婆的话，她真的就照着她婆婆的吩咐来做。波阿斯吃喝完了，就在那里躺卧，然后路得就在晚上悄悄的，就真的来躺卧在她的旁边，她的脚边。在这样的当中呢，出现一件也是很不确定的事，有可能没有醒来就直接到早上了，就早上才醒来。但是就这么刚好，晚上似乎有人叫醒波阿斯，或波阿斯他半夜就是会醒来。在这里，这个波阿斯他竟然半夜惊醒，
翻过身来，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当时的这个能见度没有灯嘛，也没有什么油灯什么，在这个户外的地方应该是很暗的他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他说：“你是谁？”路德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当机会来临时，你是把握机会还是考虑机会呢？何况这个问话，这个挑战其实很冒险在这里，路德竟然向波阿斯求婚，因为他跟他讲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段话为什么说是这个求婚呢？因为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是在当时这个婚嫁嫁娶的时候会有的仪式，透过这样来表达那个结婚。然后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对当时来说，特别是寡妇，当他们失去丈夫，他们的亲族呢，可以透过娶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可代赎的亲人，让这个产业呢，借着这个帮已经失去了先生的这个寡妇娶过来的时候，这寡妇她先生原来的这些财产都可以被她赎回来。然后当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会跟着已经死去的这个丈夫，那这个孩子也会继承这个丈夫他过去的这些遗产。那在这里呢，波阿斯他被路德求婚这真的是一个很不确定，不知道会不会被拒绝而且这么暗，很看不清楚那彼此的表情怎么样可能都不知道。可是波阿斯却在这里，他的回应是：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接下来他讲原因为什么末后的恩会比先前更大？因为这个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没有看着你自己的前程，你没有看着你自己的前途而不管你的婆婆，反倒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本城的人都看到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他也讲了前面路德回应拿俄米的话：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要路德不要惧怕，因为路德说什么他也要照做。只是在这里对波阿斯来说也有一个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就是说，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比波阿斯离这个以利米勒家族更近的亲属。如果这个亲属他明天他愿意来为你尽这亲属的责任，就由他来吧。但是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就为你负责到底。这个从头到尾都充满不确定的对话，真的是要这样子说话，其实很需要勇气拿俄米为他的路德来着想，也就是说，万一路德他没有要供养他的婆婆，或是他嫁走了，其实拿俄米他很有可能是会继续无依无靠，而且比之前更糟的。而路德他要向波阿斯求婚，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讲出来的话，特别在当时这个时代，他也没办法猜测到波阿斯的回应或是会是什么而波阿斯呢，他也不确定这个更近的亲属是不是会娶路德。那在这个不确定当中呢，他们都有一种尽人事，然后就看上帝的安排怎么样了。就在这个过程里后来波阿斯做了一件事情，即使是不确定，但是他仍然想要保护这个路德和拿俄米这家人。他要他旁边的人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有女子到这个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的外衣，就将这些大麦让他扛回去，给他这些大麦扛回去。当他扛回去的时候，这个婆婆拿俄米，我们可以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想法，或者是很聪明的人她拿回去的时候，还要路德告诉她的婆婆说：你
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拿俄米一听就知道，这个波阿斯他是有一些行动要做的。在这段对话当中都没有讲到上帝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事，可是却让我们看见他们为彼此相爱相顾相互的心，让人看见上帝的慈神爱所也在这其中继续牵引。特别在不确定的时候，人会愿意的原因，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成就。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3个人，他们为了对方，甚至为了成全对方，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就在此得以完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主，你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我们小看，或者是我们只看见我们所要看的，而错过了你的心意。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即使很不确定，即使有很多的危险跟挑战，但主，你让我们看见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是能够成为在这当中参与甚至委身的人。特别在这个不确定的世代，在这个疫情严峻的世代，在这个充满染疫风险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仍然愿意爱我们，并且要我们彼此相爱。主，相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带着冒险，因为我们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甚至有一些拒绝跟危险。但是主，谢谢你爱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要叫人在爱中被成全，在爱中被建立。主，你也用你的爱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不确定，在每一个机会，在每一个挑战中，主，我们愿意是因为我们看见神你的爱，愿你的爱更多来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愿你的爱来支持我们，使我们愿意也成为那能够去爱，有能力爱，甚至能将神的爱分享出去的人。主啊，也愿你的爱来充满，特别在这个时候，许多的人心里有惧怕的，心里被不确定感环绕的，主啊，心里面有很多焦虑，有很多不知名的恐惧的。奉主的名，求主你赶除那一切不属神的思想、意念跟情感。求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好叫人的生命因着认识你，能够得以完全，能够仍然愿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的爱在不确定的环境，在不确定的事情跟关系当中，大大的充满你，使你愿意活出上帝的爱。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